大家好，我係 Lina Cow 高若琳，好高興同大家見面。今日係我第一集節目，想同大家傾下金融市場裏面一個成日聽見但又帶啲神秘色彩嘅角色——莊家。大家可能都聽過莊家呢個名啊，佢哋似乎對股價有一定影響力。咁莊家坐莊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呢？簡單講就係一啲資金比較雄厚嘅機構或者個人啦，透過一連串精心策劃嘅市場操作，去控制某隻特定股票嘅價格走勢，最終目的當然係為咗賺錢啦。呢個過程咧，好多時都比較漫長，亦都相當隱蔽，充滿咗智慧同埋策略。我哋可以將佢大致分成幾個關鍵階段嚟睇。莊家坐莊嘅第一步咧，通常就係建倉階段啦。有人亦都會形容咧，呢個時候係潛龍在淵，就好似起樓要先打好個地基咁嘅。莊家通常會揀喺目標股票，價格仲比較低迷，市場冇乜人留意嘅時候，靜靜雞分批吸納市場上嘅流通籌碼。呢個初始建倉嘅過程，有時可能持續幾個禮拜，甚至幾個月咁耐。佢哋喺呢個階段嘅操作手法通常比較溫和，主要係為咗唔好咁早暴露自己嘅意圖。費事惹嚟市場太多關注，有時為咗可以更快、更低成本咁收集到足夠嘅籌碼，莊家都會用啲技巧。例如，當市場出現突發嘅利淡消息，佢哋可能會順勢而行，或者自己拋售少量股票，刻意製造股價下跌嘅恐慌氣氛。咁樣一啲信心唔夠嘅散戶就可能被逼賣出手中股票，呢個就係我哋常講嘅對沖打擊建倉。之後咧就股價好多時咧會進入成交量相對萎縮，價格喺一個固定區間窄幅波動嘅橫盤建倉時期。莊家就會喺呢個階段繼續耐心吸納市場上剩餘嘅浮動籌碼，逐步控制目標股票大部分流通股，為之後嘅市場操作打好穩固基礎。等到莊家收集夠籌碼，覺得對股價嘅控制比較穩陣之後，就會開始進入操作嘅第二個重要階段，就係拉升股價同殘酷洗盤。首先係暴力拉升。呢個時候，莊家會用佢哋雄厚嘅資金實力，喺比較短時間內快速推高股價，令到股價明顯脫離佢哋建倉時嘅成本區。喺呢個過程，成交量通常會顯著放大，自然會吸引好多市場參與者嘅目光。唔少散戶見到股價升得咁勁，個心就容易癢癢想追貨。不過，當股價升到一定程度咧，莊家通常唔會一味死拉爛拉，佢哋會進行所謂嘅殘酷洗盤啊。佢哋會刻意製造股價劇烈震盪，例如短期內令股價急跌，然後又快速拉翻起，或者長時間喺一個區間橫行整固。佢哋咁做嘅主要目的係想震走啲意志唔夠堅定、容易動搖嘅跟風盤，同埋啲喺初期升浪賺得少嘅短線投機者。透過咁樣洗盤，莊家可以有效提高市場上其他參與者嘅平均持倉成本，減輕之後再拉升或者最終出貨時可能遇到嘅沽壓。洗盤完咗之後，莊家通常會喺一個相對較高嘅價格區間維持股價穩定，或者令到股價慢慢爬升。咁樣做係為咗鞏固洗盤成果，逐步培養市場信心，為最後階段嘅派貨做好準備。經歷咗漫長嘅建倉同埋可以話係驚心動魄嘅拉升洗盤之後，莊家終於嚟到成個坐莊過程中最關鍵嘅賺錢環節，就好似金蟬脫殼咁嘅出貨階段。為咗盡可能賺到盡，莊家會再一次將股價快速拉抬到一個新嘅，甚至可以話係令人眼前一亮嘅高位，積極營造非常強烈嘅上漲預期。呢個時候，市場情緒通常會極度亢奮，就喺好多散戶被呢種美好前景吸引，紛紛追高買入嘅時候，莊家就開始逐步而且相當隱蔽咁將手上長期垂落嘅籌碼派發出去。當股價去到莊家預先設定嘅頂部區域，或者市場情緒已經到頂，後續買盤跟唔上嘅時候，莊家就會展開頭部出貨，即係開始大規模集中咁拋售手上股票。喺呢個階段，成交量可能仲維持喺比較高嘅水平，但股價升勢會明顯停滯，甚至開始有啲力不從心。呢個喺技術圖形上，通常就會形成我哋常講嘅頭部形態。如果一次過集中拋售，未能夠完全清走所有籌碼，莊家仲可能喺股價稍為回落之後，透過維持股價喺一定水平，或者製造輕微嘅技術性反彈，繼續吸引市場買盤，以便進一步派發剩餘籌碼。呢個就係所謂嘅維持出貨。再誇張啲，當市場人氣逐漸散去，接貨意願明顯減弱嘅時候，莊家為咗清走最後批剩貨，可能會刻意製造一啲技術上嘅假買入信號，或者選擇性放啲未經證實嘅利好消息，營造股價就快再次反轉向上嘅假象。用呢種方式誘惑出貨，引誘最後一批散戶入場接貨。
最後，當莊家手上嘅籌碼差唔多派發晒，佢哋就會靜靜雞抽身離場。冇咗主力資金維護同推動，股價通常就會開始持續下跌，市場上出現一種樹倒稞瀟散嘅局面。啲喺股價高位接貨嘅投資者呢個時候就好可能要面對坐艇嘅風險咧。所以睇翻莊家坐莊成個過程啦，其實就係一場精心佈局嘅心理戰，同時亦都係資金實力嘅較量。佢哋嘅核心策略始終係圍繞住利用各種市場手段同散戶心理，引導佢哋喺莊家期望嘅時機買入或賣出，從而喺低位吸納籌碼，最後喺高位派發，咁樣嚟賺錢。今日同大家傾呢啲莊家嘅操作手法同市場現象，並唔係鼓勵大家盲目跟風跟莊，因為當中風險極大，普通投資者好難準確幫莊家嘅真正意圖同埋佢哋具體操作嘅時間點。相反，我哋更加應該從中學識敬畏市場，堅持理性投資原則，唔好盲目追漲殺跌，亦唔好俾市場短期嘅劇烈波動迷惑。更重要嘅係要堅守符合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嘅價值投資理念，咁樣先可以更有效保護好自己嘅投資成果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。如果大家對我講嘅金融知識有興趣，想知道更多相關分析同資訊，歡迎透過下面嘅方式關注我嘅 YouTube，支持我哋嘅創作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